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间公司和硕联合科技公司的前副总裁蔡进国，昨日拜六，家己一个人开车到新北市三峡的满月园山区来爬山。本来动工就应该返来厝，但是一直到过工拢无看到人。因为最近山区拢咧落大雨，家属是真担心，赶紧到派出所来报案，嘛想100万，希望透过民间的力量赶到找人。什么样的人会是一个权力股？他对所有的事情啊，是用直觉的反应。这是2015年蔡进国应交通部邀请去演讲台湾科技30年进展的画面。蔡进国是和硕联合科技前副总裁，平时爱爬山。3月26透早，伊一个人赛车去三峡满月园山区爬山，想不到都无消息啦。他有稍微说他要到满月园，但我们不确定他的确切的登山，他要走哪一条登山步道。家属等到昨昏无进一步的消息，就到派出所报案，并且悬赏100万，希望讲透过民间的力量来找人。佮公布蔡进国迄一天出门最后的身影，伊穿是浅蓝色的衫、卡其色的裤，有派一个行李，手机的基地台上尾的位置伫满月园登山步道第一停车场。我估计应该有70人左右吧，有几个人有说，但他们不确定是不是我爸爸。亲人发现讲，蔡进国这摆登山路线有手铐无共款，破绽有可能是经无熟悉路线入山的。消防局兵分3路要去找人，伫满月园停车场发现蔡进国的车，不过这几天山区拢落大雨，伫找人加真困难。因过拢会斗相共找人的出名的登山网红罗贝德嘛，答应要斗找，希望讲伫72点钟黄金救援时间内找到蔡进国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